大家平安出头天，欢迎大家来报名咱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台语影片短片的比赛。咱这个比赛呢有限定2个主题吼，咱就这2个主题拣一个来去发挥。咱这2个主题，第一题呢是有关台语电视台的议题，就是咱要诉求5万成立一个台语的电视台。咱拢知影吼，咱即摆有客家电视台，有原住民电视台，这拢真好。可惜呢，伫遐尼济这个电视台内底，煞无半台台语的电视台，所以咱5万会当有一台，至少上无一台，保障着咱台语的台语电视台。所以这个主题呢，就由咱要投稿的人会当来自由发挥吼。过来，咱有第2个主题，就是台语正名的这个主题啊。台语正名这个主题是要讲啥呢？咱知影。咱讲的这个语言就是台湾话、台语哈。不过呢，有少数的人却误解，甚至因调讲呢，讲这袂使叫做台语，来叫做河洛话、叫做闽南话、叫做啥物话吼。各位咱知影无？河洛话也好，闽南话也好，认真讲，迄拢是你歧视、你甲咱口舌、你甲咱侮辱的话语呢。咱就台湾人，咱讲这话就台语啊。咱也无排斥着其他本土的族群的语言啊，所以呢，这是咱第2个主题，就是讲咱台语就是台语，袂使叫做闽南话，嘛袂使叫做这个河洛话以上这2个主题呢，拢由在咱投稿的人，你通自由来发挥，愈有创意，分数就愈悬咱明年就要查子啊，到4月底把握时间，尽量来投稿。咱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这个台语短片的比赛。